第5课，天國是親像掠魚的網仔。耶穌佇閣一個短的譬如講，天國是親像掠魚的網仔。伊講，天國親像網仔趴佇海面，網仔內有網到細尾時，也有網到大尾時，網仔內有網到逐款的時。有的是好，總是有的是毋好。人拖網仔起來的時，因要看因所網的是甚物款的時，因看到因所網到的有真濟款，也看出大部分的魚是好食的，總是有幾款是毋好食的。因有看見幾若尾收細尾，因有分別細尾的甲大尾的，收細尾的，因有閣甲因扔落海。有好食的時，也有扔落海；好的時，因就用真濟籃帶轉去。講這個譬如，互住佇海邊的人聽是真好。住佇海邊的人，若毋是家己去掠魚，就是捌去看人掠魚。因攏有看見討食人的籃，但人捌看討食的人要分別好的時，甲歹的時。耶穌的幾個學生捌住佇海邊，因以前的生活是掠魚的。耶穌用這個譬如，講掠魚的網仔是親像天國，網仔安怎是親像天國？是有同款的所在。佇天國，義人要對歹人分別出來。耶穌講，佇世界的落尾，因要受分別。伊講，天使要出來對義人的中間來分別歹人，因要許歹人被火湖。耶穌為什麼講這個譬如？耶穌愛甲人講，義甲歹愛分別，歹人攏要滅亡，義人要入天國。耶穌講這個代志，要佇世間的落尾實現。佇這世界有真濟歹。上帝要叫世間人做伊的囝兒，伊愛咱幫助較濟世間人做伊的囝兒。雖然世間人有好甲歹的，有一日耶穌要甲因分別。即馬上帝有永遠派佇世間，世界的落尾是甚物時？耶穌的學生毋知影，別人也毋知影。耶穌的學生問伊講，這個世界的末日是甚物時？耶穌應因講，恁未通知影這項代志，無人知影這世界的落尾是甚物時。天堂的天使也毋知，只有佇天裡的上帝知影世界的末日是甚物時。若有人甲咱講，伊知影世間的末日是甚物時，咱通答伊講毋知影，無人知影，只有上帝知影。